Hello，大家好。咁今日咧，木 Sir 又打算同大家講下一啲帝王嘅歷史。咁啊，之前咧就講咗2集咧，都係關於清朝嘅。今集咧就一反常態，就去到一個咧中國最紛亂嘅朝代。不過呢個皇帝咧就有啲特別。咁如果我哋講咧，中國歷史上面咧，喺書法寫得最好嘅咧係宋徽宗嘅瘦金體咧。咁呢個皇帝咧可以話喺詩詞嘅作品當中咧係表現得最好嘅。雖然佢係一個亡國之君。咁究竟佢係邊個咧？唔識喎。呢個皇帝咧就叫做李煜。有冇聽過嗰首詩咧？嗰首詞咧叫做破陣子40年來家國。40年來家國，3000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羅。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奴。審腰潘鬢蕭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咁呢一首咧就係呢一個皇帝嘅一首非常之代表嘅作品。不過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講到呢個皇帝嘅時候咧，大家都以為咧佢只係一個文學作品好叻嘅皇帝，但係實際上咧，其實佢本身咧都係一個治國理政上面咧好有自己諗法嘅皇帝。好，咁話說咧，時間咧就推回到去呢個5代十國嘅末年，大概咧就係公元嘅974年。咁呢一年咧，當時整個中國咧只係剩翻咧係4個分割嘅政權。咁當然最大嗰個應該就係北宋。係啦，咁除咗北宋之外咧，就仲有今集我哋講李煜嘅嗰個南唐啦。咁亦都有一個咧吳越，仲有一個叫北漢。咁呢4個國家當中咧，咁北宋可以話咧係一枝獨秀。咁平定天下咧都只係時間嘅問題嚟嘅啫。咁吳越咧就位處於江南地區，非常之富庶。不過咧佢同北宋之間嘅關係咧就相當曖昧。咁而北漢咧係一個點嘅國家咧？其實佢係一個咧遼國所扶持嘅一個偽政權。咁喺我哋嘅北方，大概今天咧我哋黃土高原附近嘅位置。咁所以當時咧呢個北宋咧最主要首先解決嘅人咧，應該咧就係我哋今集要講嘅南唐。咁南唐嘅李煜咧係一個點解佢叫南唐咧？你估下有咩原因？同唐朝有關。係冇錯。嗱喺5代十國嚟講咧，我哋講好多個君主咧，要一係咧就係兵變奪位啦，即係呢個朱溫啦，跟住一係咧就係好似一啲唐朝後期嘅軍閥割據去建立嘅政權啦，冇人專政等等呢啲情況。但係唯獨呢一個南唐咧有少少特別。咁根據南唐開國君主所講咧，佢咧就係唐憲宗個仔，咁就聲稱咧佢係有呢個唐朝嘅血統，咁所以咧佢要延續唐朝嘅正統。如果用呢個角度嚟睇咧，趙匡胤咧喺呢個李煜嘅眼中咧，都應該只不過係一個亂臣賊子嚟嘅啫。咁正正因為有咁樣嘅身份認同咧，令到咧呢個南唐咧，佢覺得自己係正統，亦都有咧希望可以恢復到盛唐嘅呢一種嘅氣勢。咁而喺呢個公元974年嘅時候咧，李煜咧就寫咗封信咧俾呢個趙匡胤，就希望咧懇請佢咧就將佢嘅細佬咧李從善咧就放翻嚟。咁呢個背後係咩原因咧？因為其實中國古代咧，我哋一直咧都有一個政治嘅模式咧，就叫做質子政治。咁通常咧就將你自己國家嘅一啲皇室貴族咧，就可能送咗過對面咧，就作為一個好似人質一樣咁嘅東西。咁當時寫完呢一封信咧，俾呢個趙匡胤咧，趙匡胤咧當然就冇應承啦。咁另一方面咧，佢就感覺到呢個南唐咧，居然夠膽向佢叫板喎，即係想要攞翻呢一個質子。咁呢一樣嘢咧，就引起咗趙匡胤嘅警覺，因為大家都知咧，趙匡胤得位咧，其實都係一個黃袍加身嘅過程，所以其實咧佢對呢個政治上面咧非常之有敏鋭嘅觸覺。咁於是佢就諗咗個辦法。你覺得擒賊先擒王，點樣可以將李煜捉走咧？邀請佢嚟自己國家咯。係。咁但係有啲咩冠冕堂皇嘅理由可以邀請一個國家嘅國君去到另一個國家嗰度作客咧？呢個非常之難嘅，喺古代嚟講，唔係我哋今天嘅嗰啲外交場合啊。所以咧當時咧呢個趙匡胤諗咗個辦法，佢就話咧，既然你我均為君王咧，咁所以咧就邀請呢一個嘅李煜咧就嚟做一樣嘢，就係祭天。因為祭祀咧係國之大事，咁正常嚟講咧就應該冇辦法可以推卻嘅。咁但係呢個時候嘅李煜咧，佢已經知道趙匡胤叫佢去咧，呢個根本上就係一個
鴻門宴嚟嘅，唔能夠赴宴，一赴宴咧就玩完㗎啦，國家就滅亡㗎啦。所以佢當時咧就推卻自己病咗，就死都唔肯赴會。與此同時咧，其實當佢打發走咗呢個北宋嘅使節咧，即係話邀請佢去嘅呢個使節咧，打發走咗之後咧，佢就即時咧就同佢嘅幕僚咧就開會，就講咗一句咁嘅説話。根據呢個《南唐書後主本紀》入邊咧就講到咧，當時李煜咧就講臣事大朝，冀傳宗志，不義如是，今有死而已。咁即係咩意思咧？其實咧就係話呢個李煜咧，當佢上位之後咧，即係上任做皇帝之後咧，其實佢多次忍讓咧，不斷咧去討好呢個趙匡胤。不但止咧取消自己嘅呢個君王嘅封號，即係叫自己做江南國主啫嚇。其實個目的咧都只不過為咗一個，就係保存祖宗留落嚟嘅呢個社稷。咁但係當事情發生到去呢個地步咧，即係呢一個趙匡胤都邀請佢要去個國家嘅時候咧，好明顯咧佢就只有得返一條路啫，死路。冇錯。咁當李煜講完呢句説話冇幾耐咧，就慢慢咧就唔知點解就會傳到去北宋嗰邊啊。當然可能有臥底啦。咁然後趙匡胤咧亦都唔再扮嘢落去啦，佢會決定點做咧？直接攻打佢。冇錯。咁事實上咧，李煜咧其實一早咧就已經有預計咗有呢一日嘅到嚟，不過咧冇諗過咧呢一日咧喺佢做咗皇帝咧大概10幾年之後嘅今天咧就已經發生。咁當時咧其實喺好多文學作品啊，或者係影視、電視啊，甚至係粵劇當中咧講到李煜呢個人咧，都係覺得佢係一個文學水平好高嘅皇帝。但係其實咧，我今集咧就要為佢稍微平反一下。其實佢本身咧喺治國理政上面咧都係做得相當合格嘅。一方面咧，從佢登基開始咧，其實佢一直咧都係陽奉陰違對住呢個北宋。咁一方面頭先我講咗啦，不但止取消自己嘅呢個皇帝嘅封號啦，俾人感覺到自己處處忍讓啦，咁即係當自己咧係只係低級嘅一個貴族一樣。咁但係暗地裏咧，其實佢一直咧都係偷偷地募兵，更加咧建立咗一支咧叫龍長軍嘅水師，希望咧去應對呢個北宋嘅攻打。另一方面咧，政治上面咧，其實佢自己都相當有諗法。佢加強咗中央集權咧，亦都成立咗一個叫做呈心堂嘅制度。咁呈心堂嘅制度咧，後來好多歷史學家評價咧，呢種制度咧最相似嘅地方咧，就係幾百年後嘅明朝嘅內閣，甚至乎咧係清朝嘅軍機處嘅雛形。咁呢個制度究竟係咩咧？其實咧呢個制度當中咧，除咗有皇帝啦、有皇室成員同埋高層官員之外咧，仲有啲低級官員。咁佢入邊究竟做啲咩咧？佢就係話喺呢個制度入邊咧，皇帝咧有50%嘅權力。咁剩餘嗰50%咧，就會分配俾下邊呢個制度當中嘅其他官員平均分配。咁當中有咩好處咧？點解話佢係中央集權咧？可能大家覺得中央集權應該所有權力集中喺皇帝手上，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咧係會令到皇帝整個國家嘅工作咧係處處碰壁嘅，因為所有嘢咧官員都唔可以話到事，一定要問到皇帝。咁但係咧，當每一個人都擁有一定權力嘅時候咧，既做唔到反，同一時間咧佢亦都對於呢個國家咧有一定嘅歸屬感。可以話咧，開創呢個制度嘅李煜咧係一個政治上邊有點而諗法嘅奇才。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其實佢都可以話其他方面咧都做到基本合格，包括咗咧佢又喺個任內咧平定咗唔少嘅冤獄啦，甚至乎去到監獄當中咧去為啲冤獄平反啦。另外喺人倫禮法方面咧都相當尊重，唔係出現喺其他五代十國嗰啲咧比較荒淫嘅後宮嘅情況咧，基本上咧喺南唐入邊咧係冇出現過嘅。咁而且咧喺五代十國時間咧，因為出名咧係呢個冇人專政，所以好多國家咧都用咗好非常之駭人聽聞嘅一啲刑罰嘅。咁但係喺南唐咧，李煜之下咧，基本上咧係冇做呢一樣嘢。所以佢冇做呢一樣嘢之下咧，反而咧呢個社會有啲奇怪，俾啲官員非議佢，話佢咁輕嘅刑罰。咁而且佢亦都好重視人才啦，咁興辦呢個科舉啦，繼續以前咧即係呢個唐朝嘅模式。咁另外咧亦都改革呢個田制、語文優識等等。咁所以話咧，如果大家覺得呢個李煜呢個李後主咧，只係好似一啲影視作品當中咧，佢係一個非常之風花雪月嘅皇帝咧，即係只談風月不理江山嘅皇帝咧，其實就啱啱相反。雖然佢文學上面嘅修養咧有啲似後來呢個宋徽宗一樣，宋徽宗最叻就寫字啦嚇，而呢個李煜咧，除咗係呢個寫詞犀利之外咧，其實佢畫畫都好叻嘅。咁不過實事求是地講咧，
喺五代時期咧，如果講呢個文學修養啊藝術當中咧最好嘅人咧，即係唔使數第二，李煜咧應該都真係數第一嗰個。除咗頭先我講嘅嗰首破陣子，佢應該仲有一首更加膾炙人口嘅詞咧，就係《虞美人》。不過嗰首咧係佢已經俾北宋咧俘虜咗之後所寫嘅，就係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我啱又要背詩啫。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係啦，冇錯，咁你都背得出，即係證明呢首詞咧都係好出名嘅。咁而除咗古詩古詞之外咧，咁喺音樂上邊咧，佢亦都非常之有造詣。咁佢同當時嘅皇后咧，呢個大周后咧一齊修復咗一首曲，個名咧就叫《霓裳羽衣曲》。呢首曲咧喺唐末時期咧就已經失傳㗎啦。咁啊，相傳咧其實咧就係唐玄宗李隆基咧寫俾佢嘅一個愛妃，即係邊個咧？楊貴妃。冇錯。咁呢個時間咧，可以話正正就係唐朝最強盛嘅時間。咁呢個李煜咧去修復呢首詞嘅時候咧，可見佢心情咧其實都好希望咧可以回復翻佢以前盛唐嘅強勢。咁而且咧回到頭先我哋所講咧，呢個趙匡胤咧要兵臨城下嘅時候咧，呢個李煜咧其實佢都仲係非常之有政治智慧。你覺得喺呢個時候佢應該點樣自救咧？咁咪聯同其他國家。係啦，冇錯，佢當時咧就自己咧就寫信咧就俾另外嗰兩個國家，咁一個咧就係佢隔離嘅吳越，另一個咧就係北漢。咁當然咧北漢同埋遼咧即係山高皇帝遠咧，基本上咧就好難幫得到手。而吳越咧同佢咧可以話係唇寒齒亡嘅關係，所以當時李煜咧就親自修書咧寫咗咁樣一段話咧，係俾呢個吳越嘅皇帝：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亦地上公，王亦大良，一報伊矣。咁個意思咧，即係話一旦今日咧呢一個嘅北宋咧能夠滅咗我咧，其實你咧都好難再存在。咁最後當你亡國之後咧，你都只會一無所有，變成一介布衣。咁以現代人嘅角度嚟睇咧，當時李煜嘅做法咧，去揾呢一個鄰國嘅救兵咧，可以話係一個最聰明嘅政治做法，因為明知自己去對抗咧係以卵擊石，咁只有咧係聯合埋富庶嘅吳越一齊咧，先至有機會可以對抗當時強大嘅北宋。咁不過呢個吳越咧，最後佢嘅取態咧就並冇幫呢一個南唐，反而係點咧？反而係自願將佢所有嘅城池、所有嘅子民咧，係全部上繳俾呢個北宋，然後自己咧就亡國。咁當然個原因咧就係兩國國君嘅諗法係非常之唔一樣。南唐嘅李煜咧係想回復翻盛唐嘅強勢，所以一定要保持自己嘅正統。但係呢個吳越嘅前事咧，其實之前一直以嚟咧都係名門望族嚟嘅，所以咧佢雖然都係一個明君，但係佢對於維護自己所擁有嘅社稷咧嘅意義並佢嘅存在意義咧並唔係好大，佢目標咧只係一個咧就係善事中原，維護一統。因為當時喺五代十國嘅時候咧，佢已經睇得太多呢啲殺戮嘅情況，所以佢最後咧決定放棄自己所擁有，融入呢一個北宋，就減少殺戮。咁最終咧佢就冇幫南唐不特止咧，就調轉槍頭咧去幫呢個北宋咧一齊攻打呢個南唐。咁所以咧喺呢個公元978年嘅時候咧，呢一個嘅吳越咧，亦都最後咧將自己所有嘢咧就放棄，咁啊上繳咗去呢一個嘅北宋，然後最後自己就亡國啦。咁而失去一切援助嘅李煜咧，最終兵臨城下咧，就選擇咗投降。咁喺呢個北宋時期咧，其實佢都活到去呢個宋太宗嘅時間。咁啊最終咧投降之後咧，亦都被命名為呢個遺命侯，咁就喺汴京嗰度生活。咁有好多人咧就覺得咧呢個李煜嘅失敗咧係源自於佢呢個文藝嘅性格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其實就唔能夠，雖然佢係亡國之君，但係呢一樣嘢咧就唔能夠完全怪罪於佢嘅，因為喺佢之前嘅南唐嘅皇帝咧，有啲咧就窮兵黷武，有啲咧就甚至乎為咗苟且偷生咧，就減少對於呢個北宋咧嚟講咧，佢減少自己嘅擁兵嘅數量。呢個可以話令到呢個南唐嘅滅亡咧係埋下伏筆。
咁所以最後一句咧，作為皇帝嚟講咧，咁李煜作為一個亡國之君咧，咁佢注定係失敗。咁不過咧，喺呢個藝術層面上面，甚至乎咧，按照佢所做嘅事蹟嚟講咧，喺呢兩方面嚟講咧，佢絕對咧係擁有呢個帝王嘅尊嚴嘅。好啦，咁今集咧關於呢個李煜嘅故事咧就講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哋段片嘅話咧，記得點讚啦、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撳埋個啷啷。下次再同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啦，拜拜。